各位香港街坊，今日咧同大家推薦一個中山市中心石岐地鐵上蓋、商場上蓋嘅物業。咁我哋樓下就係12萬平方嘅金鷹廣場商業體啦。行路2分鐘咧，就可以到達我哋嘅圈中地鐵站，翻到我哋廣州、深圳、香港咧都非常之方便。門口又有我哋香港直通巴士翻到香港、太子、荃灣等地。咁附近咧仲有我哋中山北站嘅高鐵站。嗱，而家睇翻我哋呢個報告先啦。咁呢邊呢啲裝飾櫃咧，全部做晒埋俾你。我哋呢邊咧係做咗一個 L 型嘅開放式嘅廚房，擺埋啲紅棗、啲靚酒、洋棗咧，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呢個設計咧非常之靚。咁呢邊咧交樓標準咧，佢嘅質素咧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可以睇翻我哋呢啲櫃啊，同埋我哋中央冷氣機啊，全部咧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嗱。呢個空間咧非常之大，擺埋全屋嘅家私家電咧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主露台啦，可以睇翻我哋呢個露台咧係非常之闊落嘅，望出去嘅景觀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啊哈！嗱，呢邊可以睇翻我哋呢個主人房先啦，1.8米嘅大床，3邊嘅6床位。嗱，睇埋我哋圓人嘅景觀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套間嘅設計啦，係啦，非常之舒服。嗱。呢邊咧係我哋第2個房間同埋第3個房間，啲光線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嘅，非常之舒服。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下方 WhatsApp Andy ID 派專屬嘅 I 法，直送你睇樓。呢個咧係屬於中山市嘅市中心地鐵上蓋、商場上蓋嘅物業，金鷹半山花園。